就来看蔡政府的观光政策。这个高铁为南平延到屏东，伫个9月底确定了后，高铁向东平延到宜兰，初步的规划嘛出来了。这个高铁若是延到宜兰，安尼为台北的南港到宜兰市只要13分钟，尖峰的时间每小时上最发15班车，载客18000人。初步评估预算大约是955亿。到时阵若是起好，包括宜兰、花莲、台东这个火车票一票难求的难题，还有刷山隧道、假日大塞车的困境，拢会当来解决。三节要转去故乡，也是年假要出去佚佗，赛车场国道5号到宜兰一定塞车。想要轻松一个坐火车买无票。北宜直线的铁路讨论10多年，要你评估即马高铁往东要延到宜兰，讲有初步的结果啊。你要顺时钟或逆时钟环岛1周都可以回到原点。交通部认为，自己的生活圈不是干那西部有尔，而且直铁、高铁做一个比较，为南港到头城起的费用，直铁爱668亿，高铁爱770亿，加上头城到宜兰总共差不多爱955亿。节目时间的运量每点钟。直铁开9班，载18000几人；高铁驶12到15班，载量差不多。中南卖停，直铁爱27分钟，高铁只要一半时间13分钟。很快啊，很快啊，而且这边也很漂亮啊，更加吸引中南部的游客来宜兰体验好山好水。屏原线没有那大众运输没有做好那个交通网啊，然后他坐高铁到这边，哇，那他也是没办法去各景点去玩了。虽然民俗业者烦恼讲高铁起好了，旅客敢来过路袂过暝，不过交通部认为讲高铁有可能予大台北地区的人愿意搬去环境较好的宜兰段。